我叫东方仙云，前正道逍遥门大师兄，现魔修百媚教大师兄。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。可惜了，我杀了他。所有人听本宫号令，今日一战，吾等必将获胜。替天行道！替天行道！替天行道！全部让开！如果我错了，那边也是我的错。对不起啊，大师兄。这次魔修如若复仇，按理说也一定会先找咱们。不过玄冥宗有你师父我的护山大阵。玄冥宗已经没人了吗？我才派这么几个小喽啰来招呼本座。我这该死的妹妹。